个好空的，我来太放松的。出题我先来小金我顺风的比基尼中堂鼓励。大家好，我来比基尼。哦，今日我们同比基尼吼，我同大家来推销呀，旅游行场音乐游。韩国吼做得起那天哦，做得起法典，去法典做得中文片哦。係，我哋看綿綿嘅建築法。哇，做得看見證法，韓國人愛去台東做得怎麼嘅喏？騎士行餐。騎士行場哇，韓國暗用嘅行場吼，一年搶愛幾多錢3000英元。？3000英元，超搶3000元，聽聽最勁嘅價啦！真嘅呢？哇塞，我同天使機條件的各種朋友，劇天發卡起來啦！哦，我還要加碼。那該配經理基本應來到節目現場，愛老太家來做加碼，愛問太家來買個加碼都搶講。去澎湖一日遊。哇，做得去澎湖了，那該呀，3000條聽聽喊做得去澎湖了，天發嘅個卡起來，但演算幾多分鐘？3分鐘。3分鐘，聽聽韓國親密幾多組？親密3組，好，3分鐘存3組，夾天使機條錢，你觀眾朋友千萬唔好再個地嚟天發夾卡起來啦！哇，你天天的時間1秒鐘過去咧，好，存到2分鐘，韓國存幾多組？存親密組啊，親密組哦，夾，最後一檔真的不會再有了，錯過就沒有了，趕快打電話夾打落來。馬街，會冇咧嗎？有手機。伯伯，我會改法連改理由啊，我會買，嘿，本愛哈，哦。來，阿婆。喲，成日講你大家都啲愛做埋呢奶會咯。阿婆。上茶冇？啊，當然未會。來。你上茶？我哋見下。喲，你奶哈？阿婆，燒。小快啲啊！放啲嘅燒。個燒。以後阿婆要看個慢奶嘅健身法。要啦，要。做啦。好。有意思，講你阿會做健身法係麼？阿婆看條錢。冇啊。要錢嘅。條錢。你阿會做。我做得拍一張健安獎嘅相片咯。安獎哦。奇怪喲，你哪裡買啊？阿婆要看過呢條路什麼？你牙齒咋咪當然未有啊！我冇看過嘅澎湖海上嘅呢條路山。係啦，冇看過啊。喲，哪裡買？我做買。阿婆，你想象一下，你去到海上呢，有海風，喺入面呢，有一條小軟嘅照應嘅順風，係扮出你即將嘅 pose。以後，臭架奇怪，頭就呢類啊！你用咯，你係講嘅大家係天使行場，韓法，韓國韓嘅熱跳落山喎，那片我看到飯啲啦。有，阿婆，看。小樹仲未看安咯，有感山啦！牛角山啦！了解你嘅行場竟然係啲亞讓旁地輩都翕相提示你。其實阿婆拄到嘅陣安尼真係太誇張。係啦，真係，其實啊，一般有拄到安尼旅行啊，其行場有廣告不實嘅問題啊，其實旅行社就有可能會負上刑事到民事嘅責任。我哋認為刑事係騙人、撈人，所以係詐騙罪係麼？係啊，冇錯哦，除了刑法嘅詐欺罪以外啊，民眾咪做得用公平交易法模組消費者保護法嘅規定，以勞旅行社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咱都係按用嘅，不過像阿媽阿婆拄到嘅身體情景很誇張，所以安尼啲係公告唔落實。不過平常時安尼按用辦啲呢。其實啊，也咩咁簡單哦。來，今日來搞大家來看，也係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佢所頒布嘅國內國外旅遊電信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好，當從呢？兩個當從。簡單來講，做一講，不管係老哪家旅行社因買行程啊，或者訂契約，
一天会写的事情。你背读是听不住。听不有。那你有做看到其中的规定呢？比如讲，旅行社呢，佢要提供，佢要确定讲，其广告的内容是正确的，是真实的。那基本提供给旅客的服务啊，某种要总得比其广告内容较大。简单来讲呢，就今日佢老人讲，你参加我的行程，做对迄5星级的饭店，那佢就总得提供4星级。该录像去做对吗？6星级做对，较好就做对，迄基本较唔好的、较坏的就做唔对。原来件活动咱未好，该你发现到之后啊，签是哪会转落来系吗？其实啊，你就遇到安尼问题，我建议大家先拿你就一开始数到一个广告单，然后给行程单，你留给旅行社人，我像导游啊，或是负责人讲，今日本来的东西迄讲，我带我伊来食饭，我迄到那一片，结果我实际上来到地方，结果都唔系安尼啊。直接老机讲系啊，迄老嘅反应啊，空气中的处理啊。那佢迄组不帮忙啊，佢们冇得想呢法，其实唔做做在依照那种契约规定啊，向佢来要求来返还2倍的违约金。2倍系用办落来。其实啊，像你有大家前面有看到阿婆，佢旅行社本来讲要带佢测算，结果并冇去测。系冇错到。简单的那种相款的就系旅行社安尼，迄咪叫做穿的一种船票的钱。其实有记住付钱，不过佢冇带机去。那除了那张船票的钱给退准了之外，仲会再罚1倍的违约金，做2倍的钱。所以就有2倍。对啊。韩国你创下你有个时间咪会拄到当好个情形，这广告单告写唔会带你去买东西，不过实际去到改片投入很系带你去买东西啊，韩国唔买机还会免除不用看呢。系啊，像安尼讲。一开始让我讲，我没有自费行程，我所有行程的钱都包在，我们时代钱全部都含在旅费里面。我都像讲佢讲，我这是没有购物行程的旅行社的行程，结果其实你都先从就发现唔咩按的时候，还系带你去，其实佢下面前面有同讲到的广告不实，故说啊，当场也是可以反映，那佢就不理你啊，不改善的话，会不会没做来去抢2倍的违约金？没做的。没做的。不过你出体而留下该广告该传单，还做在做嘛该事情去留下证据呢？我们去国外旅行有位时候会有说明会，那说明会可不会不做简报啊，或者供一些资料部分，我做行程表啊，我做出国的时候没做的有。查的船票啊，火车票通勤留下来，就全部都留下来。不过老太家建议一件事，嘛改，就会讲，你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啊，一开始可以初步的反应，那不要太听起来怎么这么委屈？不要太激烈。人在国外嘛，讲讲有的旅行社其实懂快的，身不由己。对啊，会不会可能会有被丢包啊，或者其他旅行上有不方便的事情会发生啊？你对自家来讲会懂麻烦。所以伫台湾是唔怕是错的。台湾就大家做在交通啊，自家错过天转来。简单来讲啊，那出了嘛事情，唔只要请慢人来投诉，唔只做请警察人，要可能设施啊，或者他的声音讲法，不过以国外可能就较无方便。嘿，韩国外地转来假使讲拄到安样个情形，是做在大天法律95人下去消费者服务专线，消费者服务专线系么？哎呀，冇错哦。其实啊，有老太家讲哦，旅游这种纠纷啊，除了打消费者服务专线之外，每做一请交通部的观光局来协助啊。今天啊，还有一张机关都在推荐给大家，就会讲有一张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那看谈家名的就提供，其实这个协会其实懂致力于讲推广说，那种旅行社提供的旅行的品质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以上。不是我们可以读到跟那种广告不实啊，水准有偏差的情况，是做在打。系啊，要做请假就来天数的处理啊。所以，唔讲我起到追尾，喊你提倡大家该适合的警示，是因为
拄到按用因当便宜，从因当好该例如行场该细节，是每从阿麦阿婆停下去，所以拄到动态嘅问题了。所以当好你法律的呢种单眼概念是都在冲下去看复起来的，莫是去客家电视台嘅面书 YouTube 去赞发到了，法律的呢种，张美了。